若过来，这件是救护人员的警觉化解一场的危机。南投草屯一个28岁少年呢，讲食真济不明的药啊，家属卡119，甲人送上救护车。想袂到，伫个救护车顶的少年呢，开始来反省。伊为救护车的箱仔底，刚拿出一支加刀，毋知要创啥。加在目睭金的消防员看到，赶紧甲阻止。所来，这个少年呢，佫拿出着一支棍啊，嘛互消防员甲抢倒来，防止一场伫个救护车顶可能会发生的危险。 28岁查甫人敢若食到不明的药啊，身体无爽快，将队员介塞入去车内，身体量体温。不过原本单纯的救护案件，被人煞开始失控。查甫人对拖的箱仔摕一支加刀，唔知要创啥。队员随甲抢过来，查甫人佫讲要食槟榔，要甲盘的拖诱开。队员感觉状况唔对，随甲走动。被人摕出敢若水棍的物件，唔知敢有攻击的意图。队员随叫当然停车。停车一下。 放轻伤啦！那这个代志，是在什么？陪伴的患者家属行去后壁，摕槟榔。 紧急状况嘛，那个患者有攻击倾向嘛，有凶器啊，赶快请那个警察前来，现在去现场啊，别让他躁动啊。拿出一支不明的类似棍棒、甩棍或者是折叠刀的东西，那现场立即我就把它压制。加在经过救护人员，佮有家属的安踏，并安甲病人送去病院治疗。救护人员的反应嘛，顺利化解这场危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